现在宫里已早就没有什么陈公公了，有的只是老糊涂。可是老糊涂并不糊涂啊，老糊涂炮制了自己假死的事情。唉，我要是不假死，恐怕现在早就不在了。小道有一事相求，还请陈公公赐教。你是说那仕女图是吧？正是，就是李公公腰间藏的那幅仕女图。小道不知道它是真是假，更不知道它是不是在陈公公身上。是真迹，但不在我手里。难道是被东瀛人掠去了吗？仕女图是在东瀛人手里，不过啊，不是一张，是半张。半张？是啊，东瀛人手中也不是全图。那另外半张，一定是在陈公公手上了。不在我手中，但我知道那半张的下落。小道还请陈公公据实相告。你要想知道那半张图的下落，也可以，你去拿东瀛人手中的那半张来换。只是小道也不知道这些东瀛人现在在哪里，何况他们的身手很是诡异，小道的道法对他们无用，要抓住他们，恐非易事。他们那是东瀛忍者，所使用的是东瀛忍术。这忍术形式诡异，看似妖法，但不过是物理招数罢了。你用道术去打，那自然无效啊。难怪，所以上次在南书房与忍者过招的是陈公公了。不错，是我。他们几个潜入南书房已经多月了，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，可是也瞒不过我呀。陈公公既然知道那仕女图是假的，又为什么在南书房去阻止忍者盗图呢？这阻止忍者盗图，是为了让那2个太监套图，这也是李公公的偷梁换柱之计。可惜李公公还是死了。我俩苟活至此，本身就是赚了，没什么可遗憾的。不过，要是对付东瀛忍者，还得靠你呀。希望小道不负众望吧。好了，我困了。哎，小道士啊，今日相会之事，你千万不要对他人提起呀！啊，陈公公请放心，这个自然。好，告辞了。好，去吧。没想到这个陈公公隐藏得这么好，想办法把这件事儿让皇后知道。让皇后知道，说陈公公知道很多秘密，那就是让他们去斗，我们等着看好戏吧。哎呀，乐平啊，我知道你愿母后看你的紧，但你要知道，母后都是为你好。乐平，你自幼在宫中长大，不知道人心有多危险。一个小道士会些戏法，说几句甜言蜜语，你就轻信于他。母后，天目道长不是你说的那样。你知道什么？你才认识他几天？母后，你不是也刚认识他没几天？我在宫中这么多年，什么人没见过？最近啊，宫中不太平，你呀，没事儿别往外跑。那到母后这里来，算不算往外跑？母后这儿昼夜都有侍卫看守，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来。母后这里，怕是后宫最安全的地方了。谁呀？
谁呀？平儿，没事吧？皇后娘娘，这小子还真是个神人呐！有点意思。这忍术行事诡异，看似妖法，但不过是物理招数罢了。你用道术去打，那自然无效啊。师傅，哎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说什么闭关，居然骗我！哼！谁骗你了？师傅，这么大人了还躲猫猫，幼稚！我一直在这儿。师傅啊，师傅，你又用幻术来骗我！这不是幻术，是忍术里面的隐身之术。隐身之术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师傅，你教我这个吧。我学会了这个，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想去哪儿去哪儿，没有人能找到我。哎呀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师傅！你要是有这些歪门邪道的想法的话，这隐身之术怕是不灵了。我没杂念，我一直惩恶扬善，帮你抓住那些东瀛鬼子。鬼子？对呀，你看他们来无影去无踪的，你说他们不是鬼子是什么呀？师傅，你教教我吧，好不好？不过话说回来，这忍术毕竟不是道法，跟你说说也无妨。说破无毒。这隐身之术呢，其实就是障眼法。事先你要先计划好自己想要藏匿的地点，然后对这个地点周围的环境了如指掌，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，并且要做到了然于心。这其中需要你有很好的观察力，还有记忆力。这下面最关键的部分呢，就是要准备一块布。这块布的颜色要与周围的环境相一致。怎么样？是不是刚才看不到我了？就这样？就这样。不是，你这也太糊弄人了吧！你这根本不是什么法术啊！这确实不是什么法术，它只是一种物理武术，是体术。你这也太麻烦了，你还要准备那些布条，我还得走到哪儿拿到哪儿，太麻烦了。有没有那种撒的一些变回来了，撒的一些变没了，砰的一声就变成一团火？你说的是火遁吧？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。有道具就行啊。这是什么呀？你看这个，
这叫火雷珠，只要把它扔出去，发生剧烈的撞击，它就会爆炸。真假的？这个好，这个好，拿去玩吧。师傅，这个有什么危险没有啊？安全无毒。太棒了！啊！你又忽悠我！启禀皇后，六王到。进来吧。六王请。参见皇后。六王来了，坐吧。谢皇后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这是昨晚有人扔进来的。陈公公，上面所说不知是否属实，或许是个圈套。这陈公公是李妃的人，如果当年未死，现在改了容貌，假装疯子，那剩下的半张宝图应该就在他手上。你想怎么办？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这件事包在我身上。还有，你可以拿此事在太后耳边吹吹风。太后，这宫里真是越来越乱了。您看，连我宫中都出现刺客了。之前庄妃不提也罢，现在居然出现东瀛人。您啊，不能再由着那个天目童了。自从他入宫，出了多少事儿？那依你说怎么办呢？自从天目童入宫，屡犯禁规，太后仁慈，不治他罪也罢，速速将他逐出宫去便是。皇后娘娘，昨夜之事并非天目童之过错，这东瀛人狡猾，行踪实在是无法确定。再者，天目童进宫以来，捉妖有功，请皇后娘娘三思啊！我还没说你呢，你们锦衣卫是干什么吃的？你看你手下那些人，一个大活人在我窗前行刺，居然没看到。是属下的过错，请皇后娘娘治罪。皇后，云香容说的并非没道理。那天目童毕竟不是神仙，何况侍女图被盗一事未了，还得依靠他。至于云香容，过去你功劳又不少，这一次就暂不追究了。谢太后。起来吧。太后，行了，别说了。哀家累了，都退下吧。属下告退。臣妾告退。买定离手，开，小，开，来，再来，来，一点意思也没有，干点别的。咱找点别的事儿做呗。多日未见小蘑菇，要不咱们逗逗他去呗？走。走。看你们以后还敢不敢欺负我？弄不死你！嘿，吓死我了！还吓我一跳呢！你在这干嘛呀？来找你啊！你找我干嘛？我给你展示一下我师父教我的法术。师傅，天目童答应教你法术啦？是的。这么厉害？想看吗？想看。还不请我喝杯茶？快进来！
啊，就你一个人在啊？就我一个人。来，给你倒杯茶。哎呦，你太客气了。啊，走走走，快给我讲讲吧。这个说来可就话长了。他呢叫火灵珠，他是太上老君炼丹炉里的一颗仙丹呐。你别看它小，威力巨大，威力无穷。被他炸过的地方，方圆几十里，那是寸草不生啊，你知道吗？而且这个东西啊，威力不穷不说，而且特别贵。小蘑菇，那你给我表演表演吧。既然你这么说了，那我就给你变一回，好不好？好。你看啊，其实这个火灵珠呢，使用方法特别简单，只要用2只手指给捏住，只要轻轻这么一转。小蘑菇，小蘑菇，你没事吧？小蘑菇，哪儿疼啊？快给我看看。看不了。哎呀，你不也没有吗？怎么会疼呢？我先走了。意外，人生有好多的意外。你去哪儿啊？报仇。哎呀，都疼成那样了，还报什么仇啊？小蘑菇，你小心点儿。你们都明白了？雷王，我哋明白。去吧。哎呀，哎，这老头哪儿去了？嗨，怎么又是你这小东西啊？你老跟着我干什么？呸！你才是东西呢！小老头，我告诉你，上次被你害惨了，我这次是来教训你的。你看这是什么？这什么？这什么？哼！这个特别贵，我哎呀，哪儿去了？啊，还好没丢，还好还好。哎，嘿，我发现这个老头腿脚还挺好啊。道长，这可是好酒啊，一瓶够不够啊？足以，有劳了。好，好，好。道长慢走啊。小东西还来，你们几个竟然猖狂到如此地步啊！妈，
陈公公，陈公公，你怎么样？陈公公。 大侠，你看我一眼行不行？你不看我，咱们怎么交流感情呢？闭嘴！大侠，你换句词儿行不行？你换一个更有感情色彩的词儿。嘿嘿。滚！连骂人都这么帅，没谁了。我是不会和你回去的，你走。 哥，你给我个点，你这么皇后，不知道哪个是你是回来是还是跑？太能男了，来，来。 花瓣散开，掉落，风轻着断手。秋过，谁剪了黄绸？痴心的结太多，多情真难过。这爱恨的漩涡，谁破？